走，位置呢？快走啊！快点吧！坚持住，越来越多呀！这怎么？是，你看看，过不去了，还有没有路啊？人们终于停住了前进的脚步，在没有尽头的死亡沼泽面前开始迟疑。更多的屯户特人陆续赶到，聚集在这里，以敬畏的目光望着神秘的地带。那草木的绿色显得十分怪异，加上弥漫在整个沼泽上的丝丝缕缕的浑浊雾气，给人一种说不清的恐惧。大家继续走，走了，上路了。把水都装满，我去打水。接着。继续走，坚持。加水，接着走吧。看那边，那边绕哎呀，多远？那太远了。快去！放心，来，拉住！大家都拉住！握住我的手，来，走！孩子们小心呐！沼泽地是一个巨大的死亡陷阱，无端陷人于其中的淤泥、蚊子与各种害虫、瘟疫，还有想象不到的其他困难，从来没有大队人马敢闯进来。但除此之外，已经别无出路。图尔扈特人选择沉默的前行。历史的某些时刻，只有死而后生。其实，我们已没有选择。接纳着一切光顾者，不断的有人倒下去。沼泽不停地吞噬着从它上面经过的人，到处是深陷泥沼的受难者，他们或者挣扎，或者默默地沉默。已经没有人试图援救他们，没有人惊呼，也没有人叹息。人们漠然地从那死亡之路上走过。过去者和新的下沉者，这是一条尸体铺垫出来的路。
丘布克，丘布克，你醒醒！丘布克，你已经走出来了。丘布克，你要活着！你看，你醒醒啊！快醒醒啊！丘布克！
你要活着！你看前面是陆地，你醒醒！我是宗金啊，你不能倒下，族人们都等着你呢，快醒醒！你醒醒！宗金，我快醒醒！我还活着。对。起来，快起来！来，起来！策伯克，我熬了茶，你喝一口吧。宗金，谢谢你，是你救了我。如果没有你，我恐怕是走不出那片沼泽了。遍地都是死去的图尔扈特人，我没法把每一个倒下的人的头发都带走。我剪不完了。你已经尽力了，宗金，你剪不完的。我没有办法，他们都想回到故乡，看着他们死去的面孔，我心里很难受。你在帮助韩王做他想做却做不完的事，可是把所有的图尔扈特人都带回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已经有很多图尔扈特人的身子和灵魂都丢在路上。不后悔。已经有一半的图尔扈特人死在了路上，他们是为了要回到家乡，可却死在了路上。我也会死的，可我不后悔把所有图尔扈特人带上回家的路。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艰难。这么多人付出了生命，我能理解你的抱怨和不满。你是见到最多死难同胞的图尔扈特人，无论谁处在你的位置，都受不了。我没抱怨，我只是有些伤感。策伯克太基，这样下去，我们图尔扈特人都会死掉的，包括您和我。我们会死很多人，
但图尔扈特人不会灭绝，总会有种子留下来的。我们能回到故乡吗？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图尔扈特人都带回故乡，一定。宗金，快停下来！你怎么不听话呀？宗金，宗金，快把车停下，你自己骑马走吧，走吧。我要把你带回故乡去。宗金呐，你这样带着我，我们两个都出不去的。我们就快要到故乡了。我要为你建一所毡房，让你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。你看，天上飞的是什么？他在车上，你看，撤！宗金，我终于看到你们了。索普克在哪儿？他在车上。索普克，韩王，是宗金救了我。感谢你救了策布克。韩王，能活着回来见到你，真的很高兴。我们也非常高兴啊，宗金。是我的错，让你们做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。虽然知道一路会很艰难，可是没想到走了一半路，死了这么多人，而且还将有更多的人死去。怎么可能把他们的命牌都收集全呢？而且这都是在行军途中。宗金，不要做了，你还是回老营吧。收集命牌结束了。不，您说过，图尔扈特人就是死了，也要把他们的灵魂带回故乡。我会竭尽全力的。虽然我不能把所有死者的灵魂都带回故乡，可是我也不能眼看着他们被丢弃在荒野之中。汉，我要继续做下去。为了您，为了图尔扈特人，也为了赫西克图老人的安魂曲。斯河一路，沿沙拉波勒抵达伊犁河流域。前方是俄罗斯最后一道防线——边境小部肯克勒多拉。
韩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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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巴西韩王，前方出现波将军的军队，怎么办呢？我的朋友沃巴西罕，你的名字和你的部落，神奇的在一夜间传遍了整个世界，叫伟大的俄罗斯在漫长的7个月里，日日夜夜感受到羞辱。伟大仁慈的叶卡捷琳娜女皇陛下，深爱着你和你的图尔扈特部族百姓，可是你沃巴西背叛了我们尊贵的女皇陛下，侮辱了伟大的俄罗斯。你像一个迷途的羔羊，狂热地带着你的部落游走在俄罗斯的土地上，这是俄罗斯的法律所不允许的。你们的铁蹄穿过伏尔加河，越过乌拉尔河，翻越过冰山雪原，一直插入奥琴峡谷，在美丽富饶的哈萨克草原上，拉布尔逊大草滩上肆意游走，所到之处，你的部落挑起战争，让死亡和瘟疫在俄罗斯的大地上蔓延。你们都相互看看，看看你们自己谁能相信？眼前这支军队和图尔扈特的蒙古百姓们，你们曾经是威震过欧亚战场的英雄部落呢。你们相互看看吧，你们的行为不但扰乱了俄罗斯的安宁，也毁灭了自己。在你们中间没有一个家庭是完整的，你们的亲人和兄弟姐妹们在漫长的游走途中倒下，这一切都是沃巴西的错误，是他的冲动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权利，毁灭了图尔扈特英雄的部落，
仁慈的女皇陛下，为了拯救你们，不忍心看着你们迷失方向，在战争和瘟疫中挣扎。他爱你们，希望你们停下脚步，回到你们的出发地伏尔加河畔。图尔扈特的百姓们，俄罗斯是爱你们的。你们几代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，安居乐业，为什么要背弃他呢？尊敬的沃巴西汗，只因为你的盲动导致了韩国的四分五裂，被你抛弃在伏尔加河下游的族人们，依然在翘首期盼着你们回去团圆。由于你们的背叛，仁慈的女皇陛下不得不采取新的措施，让我们在此等候，遣送你们回到出发地。如有违抗命令者，我将遵从女皇陛下的旨意，就地执行死刑。沃巴西汗，你考虑一下吧。尊敬的博将军将军，你讲的理由在今天的图尔扈特人中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你已经看到了，我们10几万人扶老携幼，丢弃了大量的家私、器皿和财产，驱赶着500万头牲畜，从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出发，浩浩荡荡的长途跋涉了7个月之久。我们忍受过酷暑、严寒、干渴和饥饿，还且战且走的对付着你们沙皇政府委派的哥萨克武装的追击，迎战被你们沙皇政府煽动驱使的小帐、中帐哈萨克军团的攻击。这实在是个神奇的奇迹。我们图尔扈特人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，以及惊人的损失，还能万众一心。我告诉你，这是长生天的旨意，不是我沃巴西的能力。我们不畏险阻，毅然决然地离开俄罗斯，走到将要脱离你们的管辖和迫害的地方。我们举步迁徙只是一个简单的目标——回家。面向东方，迎着太阳远行。我们是华夏西蒙古的一支，不是被你们看作是被遗弃了的卡尔梅克部落。我们是图尔扈特人，这从我们的面孔就能看出。我们不属于你们俄罗斯，你们无权限制管辖。我们割舍不下留在那里的亲人，因为他们没能赶上伏尔加河的风动。对岸的百姓不能和我们一同回家，他们面朝寒腾格里翘首相望，为我们远行的族人祈祷。苍天在问，图尔扈特蒙古族部远涉几千里，为的是什么？我将军将军，不是为了背叛你们俄罗斯，更不是为了背叛被你们视为仁慈的女皇的叶卡捷琳娜。我们不认同在她执政以来实行的强权政策和不择手段的欺压掠夺，你明白吗？你们沙皇政府凌驾于我们的最高权力机构扎尔古之上，专横、跋扈、粗暴地干涉我们的内政，在我们游牧的四周设置军事据点，更有甚者，发动侵略战争，强行在我们的族人中征调大批士兵。从彼得大帝开始，到叶卡捷琳娜的各种战争，你们强迫我们10多万男丁上战场，就连未足龄的孩子也成为你们射向黑海战争中的炮弹。那么你们所谓的仁慈是什么呢？是让贵族的孩子出生下来就失去母爱，断掉他们的奶水，改变他们的头脑。可是你们忘记了，血液是不能改变的。几代图尔扈特人最初的梦想、理想、思念，在今天得以实现。终会有那么一天，人们的肉体将会登上他们的灵魂，已经在那里翱翔的高耸云霄的山巅。这就是图尔扈特人。
你别误会，就我个人的感情来讲，并不想干涉你们的自由。可是你也知道，没人敢违抗女皇的旨意。图尔扈特人不怕，我们绝不会再回到俄罗斯，就算要我们的命。当然，图尔扈特人都是勇敢的战士。不过，我们还是先说说其他的事情吧。我的朋友，我知道你很怀念您的儿子。您瞧，我把他带来了。我又想起了死去的哥哥萨雷。不，人不能在奴役下生活，不自由，勿宁死。我爱儿子，我更爱自由。莫巴西法，我的朋友，女皇陛下收到了你的信。现在我要当着全体图尔扈特人宣布女皇的复信。伟大的、至高无上的俄国皇帝伊丽莎白·叶卡捷琳娜敕令：深爱的图尔扈特人民，我荣幸地接受了你们的代理汗王沃巴西辞职汗王的请求，决定在宣布敕令之日起，任命受你们爱戴的伊凡伊利伊奇伯爵为新的图尔扈特汗国汗王，并要求你们在新的汗王统领下返回俄罗斯。我将宽恕你们的背叛行为，上帝保佑你们。图尔扈特人，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。现在，接受你们的旗帜吧。好了，我的朋友，现在去拥抱你的儿子吧。冷风吹过，阿萨莱的脚不敢迈向前方。对面族人的目光逼视着他，叫他心冷。他的裤子湿了，那是害怕的结果。他让尿水任意流下来，在沙漠上渗透。看得出，他想回到父亲身边，想站到族人的群体里，不是为了捍卫。他并不懂得权力在他身上的作用究竟会有多大。他那刚刚懵懂的思想里，只有叔叔大士敦塞尼亚的关怀。他想在父亲的怀抱中感受那样一种爱。
们的韩王年龄虽然幼小，可是我们俄罗斯相信他，因为他是女皇的教子，他会给图尔库特百姓带来安宁和丰厚的财富，会让你们在劫后的灾难中复苏繁荣。图尔库特的百姓们，你们需要休整精神，他会给你们带来一切所需要的。欢迎你们的新韩王吧！沃巴西，我的朋友，你不舍得放弃韩魏，想和儿子决斗吗？来吧，如果你不接受新韩，阿萨赖你的儿子，这里就是图尔库特最终的埋葬地。大漠会风干你们族人的白骨。如果接受了新韩你的儿子，女皇的教子，那就让巴斯卡尔湖水洗去你们的劳顿。俄罗斯将免去羞辱，拥抱你们。俄罗斯允许你们回到你们的出发地。阿萨莱，去吧，回到族人中间。阿萨莱，你不是就盼着这一天吗？